各位觀眾朋友都講過之後，取消收聽提交國際一禮拜新聞幕後，同您大家有咧關心嘅係美國總統川普簽嘅行政命令，佢宣布而停止對沙灘業嘅戰爭。一連串嘅相關問題，對節目地都為大家繞強度嘅係氣候變遷及能源轉型研究基金會嘅理事長簡佑新簡理事長，理事長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理事長在上次巴黎氣候協定之後，再一次來上我們的節目。那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其實這個新的變化可能會影響我們那時候討論的巴黎氣候協定。首先，我比較好奇的部分是我剛好在月初的時候看美國的報紙，看到這個川普的他的這個環境保護的署長、環保署長 Pruitt， 他講說他其實不相信二氧化碳是造成地球暖化的主要原因。那我們以往都會覺得說，地球會暖化是人為的，包括說有甲烷、有二氧化碳。可是，身為第二大排碳國的環境保護的首長，說出這種跟主流科學界所認知的這個幾乎是事實具有落差的這樣的一個言論，讓我們就很好奇說，是怎麼會這樣子？難不成我們對於二氧化碳造成暖化所認知這個證據，直接證據還不足嗎？是不是真的可能有被質疑的空間？好。我們先說明一下這個氣候變遷、地球暖化，它可能兩個方面來談這個問題，一個是從科學面，一個是從政治面啊。從科學面講啊，其實地球暖化沒有人類存在的時候，就有地球暖化的事情發生啊。地球溫度有高有低啊，所以有冰河期啊，這等等啊。但是呢，我們現在所談的地球暖化的定義啊，是因為人為的動作，比如說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使用排碳、二氧化碳，這樣造成在短期間內高速的溫度的提升，這叫做我們現在定義的氣候變遷。那麼因為這個氣候變遷呢，要研究地球，地球是歷史很長了，我們的資料並沒有那麼長，沒有幾千萬年或更長的時間。那麼第二，它的規模非常大，不像實驗室啊，你倒個藥水進去馬上有反應，它這個沒那麼快，所以它的研究地球科學、研究氣候變遷，它的困難度非常高啊。所以聯合國為了讓大家都相信這件事情，所以從1990年以後，這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議，它就組成一個科學的一個團體，花5次的時間，這每5、6年就發表一次科學研究，每會有科學研究。他為了更取信於大家，他集合全世界所有的科學家2、3千人一起做這個題目啊，所以他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了，在第5次的報告裡面很清楚，說現在地球溫度上升急速的上升，是因為化石燃料的原因啊，大家使用大量的煤啊、石油等等。從政治面上講起來，這就因為牽涉到所謂利益問題啊。這個利益問題就是說，原來是挖煤的，原來挖油的，他的利益就沒有了啊。所以他們對這個事情是非常的敏感啊。尤其美國這個國家，它是一個非常有這個利益集團介入選舉的國家，所以這個利益集團，它為了保護它自己的利益，它就投入大量資金進去。一方面，它也做這個氣候變遷的一些科學研究，因為科學沒有說一定是100%，尤其這麼大規模，總有一些百分幾比較少的人，還有很多資料說，這個還不是很理想，所以他就放大這些結果哈。那麼為什麼會變成照這個結果，大家覺得有這兩個對立呢？因為這個是所謂這個時代從政治面上考慮，現在媒體報道都一定有共同特徵的，它要平衡報道啊，你有好的，他就講壞的，你有這一面，他就講另外一面。所以你說有氣候變遷，他就去訪問那個這個氣候變遷不是事實的那一面。可是報上登出來兩岸俱成的時候，你的感覺是哇，有這麼多人在反映是這樣結果。那再加上這些美國現在是極度分化的一個國家，所以我說分化是它的政治理念思想分化。共和黨和民主黨是打死兩邊。你的意見我就不贊成，我的意見你就不贊成啊！比我們這個藍綠鬥爭其實更厲害的。好，因此呢，這個共和黨就不太相信這個氣候變遷，尤其他們有很多的這個能源的支持者。那民主黨它是完全是走偏向這邊比較多一點，所以會產生你剛才講，它到底這個事實面到底是怎麼樣？因為政治面這樣一攪和之下，
大家感觉到说，好像有两派的人在这里，好像。可是理事长，是我这样讲哈。你刚才讲到选举利益团体这一些这个大公司、大企业，他会想尽办法来影响，包括说政策的执行，会去 lobby。可是选举结束2个多月，现在川普都就任已经2个多月了，现在已经是就已经是木已成舟，但已经不是在竞选期间了，还需要这样子做吗？因为我刚才提过一个最重要的观念，这是什么观念？这些能源业者，他的目的要保护他的权益，保护什么？保护煤，保护石油。那根据现在的气候变迁巴黎协定的结果是什么呢？未来人类在21世纪底就绝对不能再用任何化石燃料了。换句话，以后也看不到汽油车，也不看到柴油车，更看不到挖煤或煤的发电厂。那他们的行业、他们的利益，甚至它的矿产本来很有价值的，都变成零了。所以在未来这段转变，他一定要挡着，让它不要变得比较快。所以选举结束，刚好他可以执行这个，本来是往这边走但现在川普说，我就往这边走，可以保护到原来的利益。所以是越是川普上台，这些人的声音会越大，而且他们要有行动，行动就是改变政府的政策。那我想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成功了，因为川普在28号的时候签署新的行政命令。那这个行政命令其实内容主要算是废止或者是修正了在奥巴马时期6项关于对抗环境变迁所做的努力。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可以比较大幅的放宽对于这些老师讲到石化业者或者是这个煤矿业者的限制，法规上的限制要松绑。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可以增加用化石燃料去生产能源，比方说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发电，这个火力发电厂。那究竟川普这个新的动作，这个新的行政命令会带来哪一些影响？好，我想这个基本上，当年奥巴马总统他是有点便宜行事啊。一个国家政策进行，通常要有法律的基础在做这个事情。当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因为众议院被共和党所控制，法案是通不过了，所以他就便宜行事，想尽抓一个办法，用总统的行政命令的特权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不要忘记行政命令随时可以改的。如果在法律上讲，他改他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川普一上台以后，他觉得你是行政命令，他大笔会就没有了。他的希望的目的是借这个机会让能源业能够再回转，因为他打的口号是非常的好，叫做美国要能源独立，不再受到这个阿拉伯国家或其他产油国家的一个牵制。这个口号是不错的，大家觉得美国是应该能源独立。到底独立从哪一种能源呢？是再生能源或什么能源呢？那因为它是由这个比较石油行业或者是能源业的所推出来，他当然是希望回转到做这个能源这一方面去。但是呢，他的目的未必能够达成啊，因为经过这8年的一个转变，奥巴马政府的转变，再经过巴黎协定，再就全世界走向这个能源转换之后，他这个时候的转变未必能够成功了最简单一个例子，美国他说要让煤矿工人能够再就业，我看这很困难了。第一，煤矿现在已经都自动化就业了那一个矿坑，我去参观的，有一次我到中国徐州看到一个很大的矿坑，那很惊人一个矿场没有几个人产量非常大，全自动化在做了。那很多国家都是自动化在作业，所以您增加人非常的有限。第二，煤的价钱现在很低而且被美国的页岩气跟天然气几乎都取代了，产生出来的这个电它空气污染非常之少那远比煤是最脏的一种燃料所以这些民众也会反对那各种情形都有变化，所以呢。石油可能帮忙多一点，煤我看他虽然讲说他结束对煤的战争我看失败的机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其实状况对煤并不太有利。其实理事长讲这段话，刚好跟今天早上我看 Newsweek 一篇这个专题报道讲的是相符的。他说，为什么川普其实救不了煤炭业，
分析的论点就跟理事长这个很像。我反而听到您这样讲，我刚好有一个对照的数据，我会比较无法理解。比方说，我看到亚洲开发银行他们公布在2016年，其实在亚银他们投入了这个对于气候变迁的融资金额，在2016年是37亿美元，那跟2015年前一年比起来是增加了42%。他们甚至大胆的预估，到了2020年，这样的支出就是关于气候变迁的融资的支出会高达60亿美元。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奥巴马政府他说为了保护环境，所以被川普批评，你保护环境，你却牺牲经济、牺牲劳工，让他们没有工作。但对照亚银的数据，我们反而会看到好像，这个 climate change 也是一门好生意，是不是有一个状态变成是对于开发中国家？气候变迁好像是一门好生意，但是对已开发国家反而会有反效果，是这样子吗？其实这个选举都是看你的对象是谁。如果这一次Trump 是所赢，你去分析各州这些老是产能源的州都一面倒向 Trump。对因为他们有个希望 Trump 上来能够振兴煤等等的行业。那实际上讲，在过去这几年已经发现，过去的5年里面，美国没有新建任何一座煤火力发电厂，它所新建的电力来源都是由太阳能、风能为主。换句话说，美国已经转变了，它其实已经在做风能、太阳能这种所谓再生能源等等。再加上一句话，煤它现在用的人非常之少，其实产生不了多就业机会。那再来了，如果以再生能源发电讲起来，再生能源产生的就业机会远大于这个煤火力发电厂、核能发电厂，因为煤火力发电厂、核能火力发电厂，各位看非常巨大，人并不多。可是呢，再生能源是，尤其是太阳能，它是所谓分散式的一个发电厂。全国到处都有，所以它产生的就业人数的机会远大于这个传统的煤或者石油的发电计划因此呢，如果你从就业的观点上讲起来，其实我觉得川普他是针对他部分州的选民在讲话要创造他回来过去的一些美梦，但是这样看起来，以刚才你提的比如说亚洲开发银行等等对。其实现在大家做的都是走向再生能源了，不但是说干净，而且现在是便宜的、不贵了。更重要的就是它产生的就业机会是非常的多。OK， 谢谢理事长的分析。我们上半场先聊到这边，下半場持續嘅關心講到巴黎氣候協定底下，川普總統先年行政命令係咪會促使美國退出呢隻計劃，促使呢隻協定冇法到太多目標。先了解下啱先狀態。大家過去擺轉到討論的現場，下半場的關心，以下川普總統先簽的行政命令對巴黎氣候協定有哪啲影響？那理事長，你剛才你也提到很多美國的這個潔淨能源，其實就是依循這個奧巴馬總統任內提出的 Clean Power Plan。那在這個計劃裡面，他們原本設定目標是2030年，在電力部門的排碳要比2005年的時候減少30%。那我對照了一下，當時我們討論的巴黎氣候協定也是定2030年，但是是希望能把那個增溫回到工業革命之後的正1.5度C 之內。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我們來對照這個數據，會發現說，川普現在廢掉這個 Clean Power Plan，是不是某種程度，如果少了美國，沒有了他們的努力，他們又開始要用這些燒炭啊或者石油來發電，表示我們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更不可能達成了。而且巴黎氣候協定可以讓美國這樣說，我不遵循就不遵循，說退出就退出嗎？好，我先回答你後面的問題哈。這個巴黎協定，他在做這個整個協定架構的時候，就去想到很清楚一件事情，總有人賴皮最後會走的，所以他就想怎麼樣一個方式讓他不能讓你隨便跑，所以他在巴黎協定簽的最後的
签完如何生效的方式之一之后，它生效方式有55个国家，它排碳量占全世界55%以后就生效了。后面紧跟的就是退出的方式。对啊，因为它在这个京都议定书已经得到非常痛苦的经验啊。美国人在京都议定书原来说 OK 我参加，后来布希总统说 OK 我退出啊，那他就没有参加。啊，不过他那时候还没正式国内生效，他就退出了。那这一次是美国是生效了，他是奥巴马总统，他总统职权把签生效，因为他这个协定也是特别为美国人设计的，他就说不需要国会通过了。就他由下而上，美国只要答应承认这个事情，承认什么我的减碳目标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国会去通过，因为那是总统的权利啊。他这样设计，不过他后面再加一个条文，他说如果你要退出的话，必须在条约生效后3年以后才可以提出，提出以后1年以后才生效啊，那加起来就4年哈。难保我不晓得这个川普会不会做第二任，不过一直告诉你说是不太容易退出。至少在川普任内这件事情不可能变化。你可以比较消极的去抵制它。你要说完全退出的话，那你美国这个国家是经不起人家讲说他不遵守国际规范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也不认为在他任内这个退出事情会发生。那第二个，你讲如果美国退出了会不会影响？或者像你讲，他很消极，他不去遵守那一些我要减碳的做法。其实啊，政府是一个方向，企业的努力是个方向。我们可以看2015年呢，根据资诚会计事务所国际的一个统计啊，这是国际的统计，不是台湾统计。那一年呢，2015年，全世界减碳的成绩，如果以这个经济能力，就是我们以每产生100个美金的 GDP， 它会产生多少二氧化碳？以这样来计算的方式的话，全世界减碳第1名是中国，减6%多；第2名是美国，也减6%多。换句话说，美国这个国家企业整个虽然它的经济体远比中国进步很多，对，但是它减碳实力其实进步的非常快，它并没有不做，而且它其实做的还不错啊。那以这个方向走上去，即使这个 Trump 要把它恢复过来，Trump 也只不过是让煤啊、石油部分的这些行业做，其他。整个美国在清洁科技上的进步，以及清洁电力上的努力，其实现在成绩是相当不错啊。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即使已经全世界这样努力啊，要达到巴黎协定的2度这个摄氏的话，这个几率现在看起来还是达不到的啊。所以将来现在大概计算在可以还是要升2.7到3.5左右啊。不过呢，将来可能要第2波。啊，在我们叫深度减碳，继续减呢，才有可能达到2度。那我再泼一桶冷水哈，我提一个数据，是我在这个欧盟的哥白尼气候变迁局他们最新的报告，他们指出在2016去年全球的平均温度是14.8度，而在台湾的各位可能会觉得14.8度其实还蛮低的哦，对我们来讲，但这其实已经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已经14.8度已经比工业革命之前预估的气温高了1.3度。那刚才我们讲说，希望可以在工业革命后，这个巴黎协定的理想目标是1.5度，只差0.2度了。可是现在已经是2017年，那我们还要到2030年，我们怎么可能说这么短时间内达成1.5度这个目标？那大家就很好奇，这个理事长也讲说，可能没有办法达成。那除了减碳，还有什么能让地球降温吗？现在联合国原来的气候变迁的目的啊，它做法叫做能源转型啊。是能源转型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再用煤，我不再用石油，我不再用这些化石燃料，我改成再生能源了。但是他们算来算去，这个很困难啊。最近开始转另外一个方向，除了这个以外，再加一个，就是说减少我们的资源的使用。刚才是能源哦。但是我如果资源减少使用的话，能源相对会减少。比如说我少用钢、铜、铁等等，那我炼钢炼铁，我能源就用的少。所以现在联合国又开始主推另外一项，我们叫做循环经济，它就是希望借用这个整个能源的使用资源的使用减少，比如说减量、回收啊。
那么再利用，这些都是一个方式，就我们平常所谓的垃圾的回收。不过它这个规模是非常大，它是以整个全世界所有的资源来算啊，物质来算。所以从过去能源流到物质流，这两个加起来，联合国现在正在努力啊，看能不能加速现在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上升的一个减少的一个步骤，减少多一点。理事长这样讲哦，结合我们之前讨论到的，您讲到，中国其实反而在过去这几年，它的减碳量是世界第1名。我刚好看到一个这个资深的这个记者，他有一篇分析报道讲说，现在在川普签署这个行政命令之后，刚好跟老师讲的这个背道而驰，因为大家都要能源转型嘛，我要 clean power、clean energy 的时候，你却回到说要用石化燃料来发电。你是跟大家走相反方向的，那这样子的美国会不会反而空出一个位置来，让接下来全球对抗气候变迁这个要角，这个最主要的角色，反而会变成中国？现在全世界正经过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叫做反全球化。反全球化的主角，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英国，英国脱欧了，美国这个川普一搞。可是，当反全球化的步骤过程当中，世界的舞台就空出来了。空出来的时候，这时候中国就发现这是天下掉下来最大的礼物，好机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川普当选之后呢，他讲的那些话习近平主席在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讲，他要全力推自由贸易。那么他在这个气候变迁方面讲，他说我们要继续努力做气候变迁，很明显的。他也借这个美国离开的空间，他跳进来了，他变成世界的主导者啊。当然，中国做气候变迁，刚才讲，它其实在过去这段是有成绩的，是做得不错。它还有很重大的因素之一啊，它为什么要做？因为我们只看到烧煤啊是气候变迁的问题，其实烧煤对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霾害的问题啊，因为各位可以讲，北京啊、上海啦全国各地几乎在今年的过年这个霾害问题是非常的严重，已经民怨非常之高了。它必须减少霾害的问题，所以它如果从这个再生能源方面进取，然后减少这些化石燃料，它一举两得啊，它又可以减少气候变迁的问题，它又可以同时达到这些空气污染的问题，然后增加人民生活健康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它是很好，它其实条件都非常好，所以我看它成立所谓现在整个中国的这个5年计划里面，对这个问题他们是非常的重视，而且全力在进行啊，他很想借这个机会从过去的他这个被动的状况变成一个世界的一个主导者、一个领导者，强的一个话语权。可是这一点跟我们传统上对中国所做的这些，比方说他为了追求经济的成长，那为了追求国家的转型的认知有很大的落差。我们总觉得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国，它是最大的污染国。可是听理事长一讲，他好像现在变成是这个最主要在做环保的一个要角，一个国家。它是怎么会这样子转变的？当然了，这个如果各位看看最近中国所有的这些报告，以及他们人大会开的一个报告的结果，都可以晓得，他现在考核地方官了，各省长不是以 GDP 的成长了，他是以考核他的环境了。你可以看了，他对环境，他看你对空气污染这些整个处理，所以他整个政策方向是很大的转变。不过他这个转变其实从某方面也是不得已啦，因为环境实在太坏了，环境坏到这个会影响到政权了，民众实在受不了啊，所以他必须要这样改变。那第二个，我们观念上要改变，就是这个世界变化的非常的快，哪晓得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反全球化，哪晓得美国突然会反 FTA， 哪晓得会反这个气候变迁，更想不到说中国会跳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从台湾看世界的时候，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啊。其实世界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快啊，如果我们要跟得上啊，我们要这样做，否则将来这个世界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会落后于世界啊。那我的这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必须注意在气候变迁上，我们要往前跑啊，因为我们在未来的10年之内，到2025年，我们有非常大的能源政策的变化。那这时候如果没有跟进的话，我们国家经济会受到影响。最后一个问题哈，
回到美国，美国有25000名高中科学老师最近收到一本书，书名叫做《Why Scientists Disagree About Global Warming》。为什么科学家其实会对全球暖化质疑？除了刚才那一点，我们已经讨论过，就是他们不认为是人为造成暖化。另外一点是，他们讲说，气候变迁不尽然是坏事，有些国家、有些地区会因为气候变迁而获得好处，是这样子吗？是的，气候变迁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举个例子啊，哪一个国家对气候变迁意见最少了，而且觉得还不错了？就俄罗斯。哦，它是很冷的地方啊，所以生活冰天雪地。我们看那个电影《奇瓦其实很困难，但是温度一上升以后，原来不能耕种土地可以耕种，原来不能居住要变成适合居住。其实你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其实真正讲。还有很多好地方，比如说北极海啊，本来不能够这个通行船只，融冰以后可以通行船只，可以减少从亚洲到欧洲的航运时间，可以减少1半了。所以不是没有好处啊。所以有一些国家是看得上的。